Hello，大家好，我係 Jimmy。嚟到2025年，究竟我哋仲需唔需要離岸戶口呢？我身邊有啲朋友，佢哋每個月出糧之後交租啦、俾家用啦、使剩嘅錢呢，全部將佢轉外幣擺落離岸戶口，因為中意離岸戶口做外幣嘅定期利息高啊。另外有啲朋友就話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度，要分散風險啊，所以佢哋會選擇用離岸戶口。咁而揀選一個既安全又好用嘅離岸戶口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上一集就講咗啲唔好用嘅離岸戶口啦，而今集呢，我就會推介一個好用嘅離岸戶口俾大家。我自己呢，都用咗佢幾年啊。咁呢個戶口呢，就係 HSBC 嘅 Expat。之後仲會講下呢個離岸戶口呢，最近啊2025年4月1號有啲乜嘢 update 咗。首先講下點解我揀 HSBC Expat， 因為我個人呢係比較中意大機構，夠穩陣啊嘛。咁而 HSBC 喺香港同埋喺英國嚟講，算係頭嗰三大最大嘅銀行之一啦。如果連佢都執嘅，咁真係冇説話好講啦，係咪？咁而 HSBC Expat 佢嘅總部咧係駐紮喺英國嘅屬島 Jack Island。咁而佢嘅法律同埋條款咧，絕大部分係跟英國嘅法例。咁而你放喺 Expat 嘅錢咧，係受英國金融法律條款所保障嘅。個保障就係萬一 HSBC Expat 執咗，咁每個客戶咧最多可以賠償到5萬英鎊，即係大約50萬港紙左右。其實呢啲保障係保障翻放喺細銀行嘅客戶嘅啫。HSBC Expat 執嘅機會可能性係極低極低啦，係咪？咁而大銀行又有離岸戶口都好多嘅喎，點解我偏偏要揀 HSBC Expat 呢？因為有啲大型銀行嘅離岸戶口呢，佢唔係咁容易俾你做投資嘅，又或者係根本唔俾你做定期存款添。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啲錢係齋擺。如果你放100萬，而家閒閒地做緊3-4厘，你就冇咗3-4萬噶啦。先講英鎊嘅定期，如果做半年定期嘅話呢，最高係有3.72厘，以同一日去計價，比香港嘅 local bank 做英鎊嘅定期仲要高啊！所以我成日都話，如果你要做外幣嘅定期，包括係英鎊啊、美金啊，最好都喺離岸戶口嗰度做。嗱，跟住睇下美金，你做美元半年嘅定期有3.76厘，同樣都係高過本地銀行嘅。咁其實仲有其他嘅外幣嘅，包括係港紙啦、澳元啦、紐西蘭元啦、歐元啦，仲有其他等等嘅。咁除咗定期存款之外咧，你仲可以選擇買佢嘅 funds， 買佢基金嘅。咁佢基金咧以美元啦、歐元啦、英鎊去計價嘅。有啲嘅基金咧主要係收息為主嘅，例如債券基金啊、房地產信託基金啊，適合一啲中意收息為主嘅投資者。另一啲基金咧就係增長型嘅基金，例如買一啲地區性嘅股票，例如買美股啦、買英國嘅股票啦、環球嘅股票啦等等啦。咁如果你有興趣想申請嘅話咧，可以睇翻我之前呢一條影片。咁有啲嘢會 update 咗嘅，但係其實成個申請嘅程序都喺網上面做嘅，你唔使親自去到英國。你喺網上面揀你想要申請嘅戶口，例如美金啦、英鎊啦、歐羅啦等等，同埋你會選擇用 BNO 定係用特區護照去申請呢？唔知係咪多咗人申請嘅原因啦？我幾年前申請呢，只需要5萬英鎊，即係大約50萬港紙就可以免費使用呢個戶口噶啦。咁但係由2025年嘅4月1號開始呢，最低存款要求呢已經加到去75,000英鎊，即係大約75萬港紙左右。咁而舊嘅客戶呢，最低存款要求都係加到係75,000鎊。如果達唔到呢個要求呢，就要收手續費啦。咁關於 HSBC Expat 第二個 update 呢，就係呢張 debit 卡。首先就係個樣唔同咗，靚咗。除咗個樣之外呢，佢加多咗一個新功能，就係 Global Wallet。
一張卡可以裝住10幾種貨幣，有英鎊啦、美金啦、港元啦、yen 啦、澳元、紐西蘭元、歐羅等等。你只需要喺你個 Global Wallet 買咗嗰種貨幣，例如你之前買咗 yen，你去到日本旅行用呢張卡，食飯、搭車、租酒店，全部都係用翻你 Global Wallet 入面 yen 嗰個戶口、日元個戶口嘅扣數，仲要喺當地撳翻現金出嚟，係唔收手續費，非常之方便啊！所以離境去外國之前，其實都唔使點準備，帶張卡就搞掂啦。呢個戶口仲有其他好處嘅，包括係如果你喺香港亦都有 HSBC 嘅戶口嘅話咧，你喺香港嘅戶口轉錢 expat 咧係非常之快，撳個掣唔使1秒就轉咗過去。同埋如果你兩邊都係 Premier 嘅話咧，你只需要喺 HSBC expat 維持住有75,000鎊咧，咁喺香港嘅 HSBC 戶口咧就唔需要維持100萬，都可以享有 Premier 嘅服務。咁而操作係非常之簡單嘅啫，你只需要咧喺網上銀行將兩個戶口 link， 即係連結埋一齊，咁就得噶啦。好啦，嚟到呢度，大家有冇發現咧喺 link 嘅側邊咧多咗個掣係 unlink 咧？呢個掣幾年前係冇嘅。如果你 link 埋一齊之後咧，香港嘅 RM 係會知道你喺英國有 expat 呢個離岸戶口。如果你冇 link 埋一齊咧，佢係唔知嘅。可能係私隱問題啦。我有啲朋友咧，佢最近直頭將香港嘅 HSBC 戶口取消埋啊。之後如果有時間，我再 update 大家。其實喺拍片之前咧，都有啲銀行聯絡我啊，包括係 iFast 啦，叫我推介佢哋嘅戶口。但我始終都係中意大型嘅銀行、穩陣嘅銀行為主啊。如果你想聽多啲關於呢方面嘅資訊咧，請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 Jimmy 嘅 channel， 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唔該晒，下集再見，拜拜。